打通吗？好的，首先，我是的，呃，继续这一次我谢们是谢나누기春季的课방송程，중 방송 긴중인데 순번 所 순간로 以首先 보소나 要向나는 시인데 属圣的僧 수고하고 团们，용수 소원하리야 안에 呃，还有 어 所有的法友们，공감사의 청주시아인 问候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大家好。라소 나드네 대마 못해 쉬어야 되냐 안에 가장 뒤쉬우러 와 가사데 sabje wandu chebina 那么 티샤데 원다 我们昨天是讲到哪里嗯。呢？上一堂课讲到的部分，从科判上来看的话，sabje wandu chebe yina da dele ngene ma je sabje shu sha ya ma ro ba 所以我想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科判，会比较好。la mang bi ba di na ne da 所以我们讲世事法五我这这个 十颂，kuba chi de 目 kuba 前讲 che 到 sha 第 de 二 ba 个 che 部分 da 是云和修净，di na da tang 有bo de 8个 ni 部 ba 分。tang 首 sumba 先，de 第一个 shu 献供，第二事事如佛，第三依da 照 de rin 儒 to de 教 ba ba 奉 di 行，已经 da 讲过了。 da ka ru ba sa sumba di gi chue ne do chi shu ya 那 che 么今 ane 天我 di de 想，le ya 呃，ane shiba 再 la 多 me 讲一 che da 些有 ko ba chi 关 da ru 儒 chao 教 sa 奉行第三个部 pu 分的 ju 一 ri 些内容，然后接着就会讲到第4个对上师财物다及 되네 其眷 당고 属 녀리 应 야 如何 까주 行事 버스야 的部分。 디 다 트레드 마 쇼인도 산다 가상 까주 버스야 기 칙딘 디르와 那儒 라마게 教奉 둥둥 行 투리 这个部 나네 分的 자와토 词，宋 대베 词 바 是 탐제 게 由 라메 一 갈레 指 달리 施 자 故， 수나 所作皆 칙딘 成 디르바 就，现乐极升天，何敢为其命？是这个部分。 라메 가 하르나미네야 다 也就是说，게레 上师的 라우라 미샤와 대단 개와 所有的 샤레 指 오마레 示呢，我们都 디지레 不应该违 다 背。 리 급들이야 아니 大致的意 리중 思是这样。아주 제 지준 那所以我想附带提一下就是惹 지준데레베게 琼巴 다 大 로마 士， 다와도 那么他 간디 是密勒日巴 리급들이 尊者的 슈슈나네다 2位， 다와도데 리중바 也就是如 샤데와 日跟如月的2位弟 다나신 子当中的如月一般的弟子。 리중바데 제 밀레레베게 지준다베 데레도 가사 구티리베 쇼세 12인 rin슈엔저버데 아니那 리중바데 惹琼巴可以说是跟随在上师密勒日巴 다보발레베 身边最 지준시비지 久的一位。지준相较 군대슈 于冈波巴大师那 다 惹琼巴 지준 待在尊者 이내다 身边时 리중바데 间是更 삼성 长久的。 상한지 가수에 但是 상한지 呢，惹 지준지 琼 다른 巴 게 呢， 아니에요 他很多时候不是很听话， 所以很多 가상바디 时候没有听 루루도 从尊者上师的一些教言。 안에 또시 리중바데 라마 지준이야 먹으버 총세 所以就像上一堂课中有简单提到， 나게 마자 채도 当时尊者为了降服惹琼巴，就密勒日巴为了降服惹琼巴的这种傲慢之心，所以他 야가 가지고 나로래야 지준을 变 무시 换 고추로 成 마소 实 야가 现一些 채로 神通， 채로 마소 然 디나로래 后总之呢，他就 쇼네 进入到这个 데르마 牛角里面那牛角没有因此变大， 리중베게 나게 密勒日巴也没有因此 슈티바 而身 다 形变小。 디딘들이야 惹琼 또시 巴看到之后也 도시나치야 다 傲慢心就被降 쇼데 服 디즈 了。 love story 인더지레샤 초진 시에비는 love story 那这个惹琼巴尊者的一个故事呢， 주도가 잡아 它主要是关于他的一个，应该可以说是惹琼巴的一个恋爱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吧。 대간데 슬라비나 지준을 보지 야나 주부스야 될이야 아니 那 야나 주부스야 양 지준이 当时呢， 될이야 尊者是住在这个 리중바데 年 풍부 囊 부부스야 될이야 슈베 指 갑이야 铺这样的一个山洞里，在这个 덥디디스라네 洞中 아니 闭关。 레바 도시에 那惹 망보지 琼巴呢也住在 아니 附近。 远大망보지 那么当时呢，周围有很多的，这是集会到很多的惹巴，就是这些修行者，还有很多道友弟子、护法施主，都聚集在一起。然后，总之开始了这个讲法，集会的人非常多。当时呢，因为上师本尊跟空行母等等在惹琼巴的梦中以这种征兆劝请了惹琼巴，要他呢总之向
这个弥勒日巴恳请啊，请什么呢？就是尊者能够讲解他自己的传记。所以后来有一部就是尊者的很著名的一个传记哦，弥勒日巴很著名的一个传记哦，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也就是惹琼巴的劝请之下而讲说的。那当时呢，惹琼巴的心中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很强烈的希望能够到这个卫藏地区。那当时的这有一些因缘啊，是这样。当时有一些施主就说，这个虽然这个父亲就是说上师弥勒日巴很伟大，但是这个儿子这个徒众就是惹琼巴呢，他从印度回来之后是更为殊胜的，所以很多年轻的这些施主们，大部分都会去拜见惹琼巴，而比较年长的那些呢，就会去拜见这个尊者弥勒日巴。也因此呢，当时这些很多的施主们来这个供养尊者，还有就是惹琼巴。结果呢，他们对于惹琼巴的供养反而是更加丰盛的，然后对于尊者的供养是比较少的。那当时惹琼巴心中就想，当时惹琼巴还不知道这样一个状况。总之，他拿到这么多供养之后，他心中就想，我能得到这么多的供养，尊者应该得到比我更好、更多的供养才对的。所以呢，他就到了尊者那边，他就对尊者说：“这个今天您应该得到很好的供养了吧？那么我们师徒二人是否就用这些供养，为所有的这些惹巴们就是这些不依行者们、修行者们，举办一次的，请他们宴请他们吃饭，或者说举办一次会供呢？”尊者当时弥勒日巴就说：“当然好啊，然后当然可以的。那我的那一份供养呢，就总之在一个篮子里，你帮我拿来吧。”惹琼巴就走过去，总之就从那个大概是皮的这种皮袋子里，应该是皮的袋子里，有一个皮的袋子里。总之呢，他就拿出了弥勒日巴拿到的那些贡品。那结果他发现里面呢，只有一块瘦的这个肉干，然后还有一点这个青色的这个干酪，就是乳酪 cheese，那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糌粑，除了这些就都没了。这时候惹琼巴心情呢就变得非常的难过，也有一些不高兴，就对那些施主怎么给上师那么少，他很难过伤心。他本来因为想说应该很多人会供养给上师才对的，比我供养的更多更好才是。结果他一看到，结果就只有里面那个袋子里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就是那种很不好的，或者说剩下的很不好的那些贡品。这时候呢，上师弥勒日巴就说：“好，我们就为了施主这个累积福德，我们就要尽情的用餐吧。”所以弥勒日巴就很享用这些美味佳肴，然后就好像很享用的样子在用餐。但是惹琼巴呢，他却完全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感到呢有一些反胃。之后那个惹琼巴总之回到了他住的地方他心中就想，这些施主供养者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不对。像密勒日巴这样一位如佛一般的上师，我连他身上一个毛孔都比不上。结果呢，这些人他们却没有供养给他，却给我更多的供养。他这根本是一个颠倒的供养。然后他心中就继续想着说：以前啊，我本来想说，就留在上师身边，然后完整的获得他所有的教研，然后很好的能够很圆满的服侍上师。但现在看看啊，如果我再长时间留下来啊，恐怕不会帮到上师什么，没有办法服侍到上师什么，反而会成为他的一个这个耻辱哦。所以我应该去请求告假。所以总之很多这些原因哦，他之后他就对尊者上师哦，就总之讲出很多的理由。他就说想要去卫藏，就是去拉萨朝圣，要去觐见这个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也想去参访这个桑耶寺，还有想要去马鄂的这个寺院等等哦。所以他就这样向尊者弥勒日巴请求。那弥勒日巴听完就说你呢，虽然未来哦，这个在卫藏地区的确有是你该度化的众生，但是现在还不是去的时候，不要去。但是呢，这个惹琼巴还是很坚持哦，所以就坚持要去。他没有听从。总之呢，这时候尊者就说了：“好吧，如果是这样，你一定要去这个卫藏的话，为了消除你的障碍哦，那你要向我的这个，总之毛棚吧，就是他闭关的地方，要礼拜100次，绕行100圈，献曼达100次，还有献石子100次，还有这个施水哦100次，还有印这个沙塔100个，忏悔100次，等等等等。就是说你要做很多这些事情，然后再告诉他很多这是该做的，然后说他才可以去。”所以熊爸听完之后就非常高兴，就想说啊，上师终于同意让我去了。所以他又多停留1天，但是结果第2天呢，他完全忘记了尊者对他的这些要求跟指示了。所以总之他就启程了，准备要去这个卫藏。他也没有什么行李可以带啊，他就只有一个单薄的一个布衣。当时呢，密勒日巴是大布衣惹谦，它是一个小布衣哦，所以它叫惹琼，惹琼，惹就是布衣哦，琼就是比较薄的、比较小的。所以叫惹琼的意思。同时呢，它的腋下还夹着一个网子哦。那这像是僧带是一样，过去这些惹巴布衣行者，他们是拿着这样一个网子一样，是带在这个网子里的，因为不可以带太多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像网子，所以不能带太多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带着一个这个网子，网带。然后总之呢，他就夹着这样的这个网子，然后还有腰间呢，他系着一个，还有他耳传的一个小笔记本哦，他也就夹在他的这个腋下，然后还系着檀木的一个金刚雀吧，然后还有头上戴着这个印度班智达帽。然后总之准备好了之后呢，他就到这个尊者那里去请求加持。那尊者当时就想说啊，我跟惹琼巴长时间相处，这次之后不知道何时能够再相见，所以呢就一路送他到这个一个山口那边。那临别的时候呢，
然后尊者就说了，那么就举例，就像是小鸡有待在母鸡身边成长得快，鸡蛋呢在母鸡的这个孵化下容易才孵化的成。修行者呢在上师身边才不会走错路。但是呢，你不听我的劝告，你执意要离去。但无论如何，我不会舍弃你的，因为慈爱之心，我不会舍弃你。那你也要经常的呢，向我祈请。那热琼巴听完也流泪了，他就说：“我对尊者始终不断的都怀有您就是佛的这样的想法。过去我依靠您，那么今后直到证得佛果之前呢，我也只依靠尊者您。所以，请您做我今生来世还有中阴一切时刻的这个医护和引导者。”那当时呢，总之人要到卫藏去，那是很远的，所以总之一定要说一段吉祥语的送行的吉祥话，还有一个礼物要送他的。所以尊者当时就说：“好，你现在一定要走的话，那我就送给你一个吉祥的祝福。总之要送为他念诵一个祝福语的。所以因为缘起的关系，尊者就跟他说：你要坐在我的这件布衣上，然后就将衣服折叠好铺好给热琼巴。热琼巴就问说：连上师的影子都不应该践踏的、踩踏的，我怎么能够坐在您的衣服上呢？尊者就说：有上师的许可是没有过失的。所以听完了，热琼巴也就坐下了，就坐在尊者为他折好他的衣服、折叠好的衣服上面。然后呢，尊者自己呢是坐在岩石上，他是以这个半跏趺坐的这样一个姿势坐在岩石上。后来呢，这个岩石上也留下了一个他总之坐在上面的一个这个印痕，一个痕迹，到现在都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总之，接着呢，尊者就唱了这个在岩石上就为热琼巴呢唱了一首吉祥道歌。这就说：若问无传承为何，人虽平凡法脉尊，大持金刚为祖源，殊胜传承极光照，愿佑惹琼庆云绕。那为他唱了这个吉祥道歌，尊者还是不放心唱完之后还告诫他说：你呢在卫藏会遇到一只世间的母狗咬你的脚，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师和修行。所以热琼巴呢，总之就听完之后就顶礼，然后绕行尊者，然后还请求尊者呢为他赐予这个加持灌顶，然后发愿之后就启程了。弥勒日巴尊者真的是非常的慈悲他还是心中想着这个热琼巴，他就想他大概会回头看我一眼吧，所以呢他就一路看着他，所以他尊者也想，如果我不在这个时候稍微我在这再多等一会儿可能他会不高兴，所以他就稍微在那个岩顶上就稍微坐了一下，但是呢那个热琼巴根本没有回头看他一眼，总之就走了。他大概是太开心了吧，总之可以去卫藏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回头看这个尊者。这个尊者他真的很慈悲还在那等着这个热琼巴会不会回头看他一眼，而且还担心说要多待一点时间，他一定回头看，他如果回头看我不在的话他会难过。但总之结果发现根本没回头看就走了。尊者心中就想，弥勒日巴尊者就想，他一眼都不回头看我，就这样就走了，是不是他对上师和
这是修行的道友升起了邪见啊，或者呢是不是会有什么障碍？所以他就持气哦，持气之后，总之气功运行，他就很快赶到惹琼巴的前面，然后化现为7个强盗，然后就总之就抢走了这个惹琼巴的食物和衣服。这时候惹琼巴就心想：哎呀，被我会遇到这样的这种强盗，那一定是我今天早上没有对尊者做礼拜，还有绕行的缘故吧。所以总之这时候他就闭上眼睛，意念上师。然后接着呢，就觉得心里轻松了，就是这个强盗就不见了，好像。接着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呢，发现前面站着呢，不是7个强盗，而是7个他不认识的这个布衣行者，就修行人。那这些人为了唤醒这个惹琼巴的觉悟，就问他说：“你是谁？你的上司是谁？”这个惹琼巴也很聪明，他一听这个问题哦，他就想说，不会有别人在我面前这样说话，这7个人哦，一定是这个尊者弥勒日巴的化现，所以他就马上向他们顶礼，那就是随即这些化现也就消失了，就弥勒日巴就出现了，就对他说，因为你啊，连一眼都不回头看就离去了。所以我来唤醒你的觉受哦。我在想，你是不是有一些障碍啊？总之呢，你的三昧耶戒呢也没有损坏。为了保持我们之间亲近的三昧耶，我们不会永远分离哦，你就去卫藏吧。总之就这样说了一段话，惹琼巴就很欢喜哦。然后总之又将尊者的这个双足顶在他的头顶，又发了很多的愿，他就在启程继续往卫藏地区走。那么惹琼巴呢，因为修持了这个神足的这样子的能力哦，所以就可以走得很快，所以1天之内就走完了普通人需要1个月才能走完的这个路程。总之，他就到了藏区各个地方。总之他到了很多地方，所以这里就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所以最主要的那一段故事我想讲一下，也就是，总之呢，他就到了这个雅隆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王呢，叫做泽波，然后呢，那个宫殿呢，叫做Gyoden 的这个宫殿，他就到那边去化缘。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哦？按照洛荣教法史里面有记载说，在雅隆呢，向这个惹琼巴求法，然后并将拉切献为他的明妃。那么总之，这个王似乎也是有一个藏王的一个传承，所以他总之是这样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王有这个藏王传承的一个王。对，总之呢，惹琼巴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去这个化缘。所以到了那边之后呢，他就会去敲。小时候我们也这样做过，我们也有经验过，就是有人要来化缘的时候，会来门口会敲门，还会唱着这个道歌。所以他就敲打那个城门，开始唱歌。当时呢，就有一个阿江点扑就有一个叫点扑的一个公主，她正在照顾生病的这个父王。那总之呢，这个公主呢就在外面门外面有个院子里在挤奶。结果呢，因为惹琼巴在那边敲着门嘛，结果这个母牛受到了
惊吓，所以就让这个一般的这个藏民在挤牛奶的时候就在蹲在地上，但因为她是一个公主，所以她是站在了一个凳子上，在那挤奶。结果母牛受到惊吓结果她就从凳子上就跌下来了，她很生气，她心中就想，这些瑜伽修行者真是很讨厌啊。夏天呢就在这乞讨这个酸奶，然后冬天呢又乞讨这个酸汤。啊，对不起，不是酸汤，这个就乞讨这个酒汤，然后总之呢，夏天是乞讨酸奶，冬天又乞讨这个酒，啊，总之一年四季不分时节的到处游荡，很生气。结果他就抓起一把土，打算开门之后就洒向那个惹琼巴，但是呢，没想到他一开门呢，这个惹琼巴呢很庄严，就记载是惹琼巴他长得非常的庄严的。那么他看到之后呢，他马上就不生气了，也忘了要丢他这个土的，所以他就升起了很强烈的信心，就问他说：“这个修行者，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总之呢，他问的时候也仔细的从头上下的打量着这个惹琼巴。惹琼巴就回答说：“我从哪里来的？然后我的上司是密勒日巴，我叫惹琼多吉扎巴。那么我是来这里化缘的。那么我想要因为我想要去供养上师，要跟一位上师请法，所以想来这里跟您化缘。那么。”您能布施些什么给我呢？那总之呢，公主呢就拿了一碟的这个糌粑，就献给他，然后还跟他说：“你稍微等一下啊，在这里，我去跟我的父王啊禀告一声。”所以他就到了他的父亲叫鸠登泽波这个王前面，他就说：“这个父亲啊，父王啊，我们门口啊现在有一位瑜伽士。”来我们这里化缘，他看起来很殊胜，像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一个修行人。他跟我们化缘，如果我们请他来要作为我们的上师，可能对您的这个病情是有帮助的。那父王听完之后就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梦。”这可能是一个殊胜的一个缘起吧，所以好，你就请他进来吧。然后他要什么样的这个化缘，我们都供养给他。所以他就马上公主就马上请惹琼巴进来。然后他就问惹琼巴说：“上师啊，你懂得怎么治病吗？因为我们的父王身体不适，所以请您这个帮忙。所以如果您能够治疗他的话呢，我们会供养您任何您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惹琼巴就到了屋子里面，所以他也见到了这个国王泽波。国王就问他说：“上师，您从哪里来的？”他也再回答一次他就说：“我是从那个酿囊，就是密勒日巴那边那个山洞过来的。”这个父王就说：“是我听说那里有2位上师一位就是大布衣，第2位是小布衣师，请问您是哪一位？”惹琼巴就说：“我的上师是叫做惹谦，就是说这个大布衣师，他是无可争议的成就者，他是我的上师。那么我是呢，被称为叫惹琼，就是小布衣行者的，我是上师的星子。”这个国王听完之后，他就说：“我真的很有福气我久闻这个大名现在呢，也请您慈悲的这个加持我得了一场大病，非常的痛苦。不论做什么样的这个卜卦卜算，
都说如果能够请到一位正悟的上师来加持，就会好转。所以今天您来啊，真的是太殊胜了，您也非常的慈悲哦，希望能够帮助我的病能够痊愈。所以总之，热琼巴就给予他很多的教法啊，比如说佛顶尊胜陀罗尼啊，长寿佛母的加持等等等等。总之7天之后，这个国王他的病就完全痊愈了。这个国王也非常的开心啊，也对他升起了信心。很大的信心，就是我没有这个子嗣哦，所以我愿意将我的这个领土还有财产都献给您。还有呢，请您接受我的女儿、我的公主等等一切，我都供养给你。总之，惹琼巴呢也接受了这一切，所以当时就建立了，在那边建立一个叫惹琼洞。那这是历史上记载惹琼巴很重要的一个圣地。后来据说那里也持续有惹琼巴的这个族骨。大家也知道一位叫这个伏藏师叫确杰林巴，那就会说他是干嘛吧也谢多杰，就说这位伏藏师就是来自惹琼洞的惹琼巴的一个族骨化身，就是那位伏藏师。总之，他就在那边，惹琼巴后来就在那边住了3年。那么有一天呢，不知道从哪里就来了一个麻风病人，他每天都会来，早上也来，晚上也来，总之就会来向这个惹琼巴这个请法。然后他每次只要见到惹琼巴就说：“请您慈悲啊，接纳我啊，摄受我。”有一次惹琼巴就问了：“你总是说请您慈悲接纳我，加持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呢？”这个乞丐就说：“得了麻风病的乞丐，他这个乞丐就说：我呢很贫穷，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就是能够消除我今生的这种贫困的这个财富。”上师惹琼巴就说了，那么那你就经常跟着我吧，那我只要去到什么地方，总之得到了财富的时候，我就会给你。这个乞丐就说啊，谢谢我会来的。总之有这么一个乞丐。后来同时当时呢在亚龙的一个刚惹村，总之在那个地方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也是没有子嗣，但是他们很富有。尤其呢他们有一棵很大的松石，那么这个松石呢叫做火焰光明，大概一个小孩的一个像幼童的拳头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家里有这么大一个松石他们也总是很担心该怎么处理放置这个松石。那个其中一人就说：“先生说吧，那埋在地下也没有意义，那留在家里呢，也可能以后会亲人啊、家人之间会有一些纷争。现在呢，据说在这里亚龙呢有这么一位殊胜的上师惹琼巴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献给他？”这是先生这么说。这个老妇人也是回答了，他就说：“我早就这么想了，但是我不敢说出来。”太好了，你既然说了，那就按照你所说的这么做吧。
总之呢，我们就赶快举办一场宴会哦，就请上师来，然后请惹琼巴来，我们就可以将松石送给他。所以之后呢，老夫妇这对夫妻就邀请了当地的居民，还有很多的这些大师、他们的弟子们，还有国王大臣哦，总之准备了很多的这个供养，献上这个上师。但是呢，他们不敢公开的送上这个大松石，所以呢，他们就私下的就将这个大松石献给了惹琼巴。但是呢，这时候呢，惹琼巴的这个太太，就是那个国王的这个公主已经嫁给他了嘛，所以呢，他看到了。诶，怎么那对夫妻送了这么大一颗松石给他？那其他侍者都没注意到。总之，这个时候，之前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麻风乞丐又来了，隔天就来了。他就说：“哎，您上师啊，您之前不是说什么东西要给我吗？那请您慈悲的将那块大松石给我吧。”那惹琼巴也是一个很慈悲也很慷慨的一位大师，他马上就把这个松石就给了这个乞丐，然后他也跟他叮嘱说：“你别留在这里，赶快去其他地方。如果呢，我身边的人啊，像那些侍者啊，谁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可能会来抢的。”所以他一说完，那个乞丐呢，也一瞬间就消失了，就不见了。那这个惹琼巴呢，还是继续为这个老夫妇讲法，还教了这个破瓦法。总之，帮助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嘛，临终时能够走得好。那谁都没有看到这个惹琼巴给了这个松石给乞丐，那偏偏就是他的太太，就那个公主看到了，他就想到说，他当时就想，这个老夫妇献给他的松石哦，我能不能够得到啊？因为反正惹琼巴也不会带在身上嘛，他自己也不会带着，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但是呢，他也没办法直接说。所以他总之就用了各种方法，但总之就是没办法拿到那块松石，用各种的服饰恭敬的方法也没办法得到。总之有一天啊，上师惹琼巴就出去散步散心，这个他太太就想说，赶快趁机去打开，就是总之一个盒子吧，那总之里面他就想可能放着那个松石。结果他一打开呢，发现咦，松石不见了，那个老夫妇给的松石没了，就是那个大颗的没有了。但是呢，有一块呢比较小的一个松石，那这个松石有个名字叫狮子舞姿的，就狮舞的这样的一个松石，是一个叫亚德的大臣呢送给他的。总之比较小，他就看到在那儿，那他看到也非常高兴，就马上就把它戴在自己的耳朵上，有时候呢挂在他的脖子上，有时候呢就戴在他的额头上，然后还可以会照着镜子。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吗？很多人带着这些装饰之后，就会看着这个镜子，然后总之就看挂在哪里比较好看啊，哪一个姿势比较美丽等等。总之，他这样子就是戴完之后，他还是把这个松石油放回那个盒子里，假装什么事没发生。这时候他就想，他太太就想，那个大的松石不见了，但这块小的还在，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就在这个时候呢，惹琼巴呢，去外面散心散步回来了。
这时候他身边又跟了好多人，跟盲人呐、很多这些很多穷人呐、等等，又抓住他的就是惹琼巴的衣服说：“尊贵的上师啊，请您呢给我们这些穷人呐、盲人呐、一些又容易藏起来又容易携带，而且又很有价值的这些东西吧，请给我们一些施舍吧。”这惹琼巴也是特别的慈悲哦，他就说：“好好好，我会给你们的。那你跟着我吧，你们跟着我来到这个总之这个屋子吧，这个屋子后面来，因为也不能公开给他们嘛，所以又把他们带到后面去。结果呢，他给了谁呢？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狮子舞姿哦，就那颗比较小，就之前他太太在那带了半天的那个，他就把那个小的松石呢，他用这个也不能直接给嘛，所以他就用糌粑团哦，把它包在那个糌粑团里面，然后呢就给了这些人，那可能他用丢的。包在这个糌粑团里，包裹里面，然后就丢给他们，然后还说：“你们啊，别在这里吃糌粑，去别的地方吃啊。”当时乞丐就说：“本来乞丐大概心中是想，这个把我们都叫到后面了，应该会要给我们很多东西的，结果这次就只给我们一点点糌粑团。”那这有什么用？那还不如现在就吃吧。偏偏他又告诉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那总之这东西有什么用？还是现在就吃了吧。但这其中一个老乞丐就说：“不是，惹琼巴是真正的佛陀，不能够违背他说的话。谁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所以他们几个人就真的跑到了这个隐藏的地方啊，就打开了这个糌粑，就发现里面有那一块这个叫狮子舞姿的这个小松石。总之，他们就带着这个松石呢，就到了这个其他地方去，然后就卖掉了这个松石。然后从此呢，他们就脱贫了，然后就变得非常的这个富有。当时呢，这个玉一直以来也是在藏地是非常非常珍贵、有价值的东西的。然后后来，总之接着就是在雅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金堂，一个寺院叫做金鸟寺。总之这样，总之也是一个很多人会去到的一个地方。当时好像举行一个法会吧，那就是很大的盛会。当时人们就说，谁能够在这个市集上这个独占鳌头，意思就是可能是，就好像我们会说，那里面谁是最漂亮的，在市集里面谁会是最漂亮的，谁的装扮是最棒的，或者这个男生的话，哪一个穿的是最帅的，哪一个女生她是这个装扮的最美丽的。所以就是，总之，因为这个大的活动吧，在这个地方也举办这样的大的活动。所以当时呢，惹琼巴的这个太太也想说，她也想去，她就对惹琼巴说：“这个上师啊，我明天我想去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就是那个寺院那里会举办，总之这样一个很大的活动。所以呢，总之也请你早上呢早一点完成你的课诵。”那我还说，我的父亲有马可以骑，有衣服可以穿，有饰品可以戴，我也会带着仆人去。那男子汉的风采呢，您来展现吧，没有比您更帅的、更出色的。女性来说呢，没有人比我更漂亮。我以前好多次都在这个市集上是最出风头的那一位。这一次呢，我也要再去出风头，请你呢，跟我一起同行，我要在那里大放异彩。所以他就接着说，请你呢，给我那个老夫妇送给你的松石，还有那个您
盒子中里面的那块小松石都一起给我。那这雄爸这时候怎么说？他说：啊，那个老夫妇给的那个大松石，我已经给了麻风病人，没了。还有，对对对，那个有一个瓶子中、盒子中、瓶子中那个小松石呢，之前约一大群乞丐来跟我要，也没了。哎呀，这个你请求的太晚了。哎，你想去参加集会、看那些表演，你就去吧，我哪都不去了。我觉得关照自心才是最大的表演。一听到说这些松石全都没了，被他送走了，送了，他太太非常非常不高兴，脸色突然暗沉下来，也没有了笑容，然后就在那碎碎念，就说乞丐就是你，你这个乞丐，然后就走了。就到那天晚上呢，这雄巴心中也在想，哎，这些财富哦，真的是烦恼的根源，是痛苦的这个滋生的地方。像那样那些贵重的宝物哦，像是松石哦，真的是为今生来世一定带来痛苦的。所以施舍出去是真的很好的。而且女性啊，通常比较吝啬，尤其对这个松石哦特别的着迷哦，所以就是我的夫人才那么不高兴吧。总之，他就晚上自己一个人在那想，但他太太心中想的是什么呢？那天晚上，他就很生气。他首先，因为本来惹琼巴是个乞丐嘛，所以他心中就想，我曾经把那么好的食物、美味的食物给这个不知从哪出现冒出来这个乞丐，我还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甚至呢，还将这个王权跟这个土地都给了他，但他却不肯给我那2块松石，他就心生恶念啊，想着，哎，就很生气。总之，那隔天呢？那么，因为以前啊，这些好的食物都是他的太太送来的，但结果第2天早上，他就差遣了这个侍女哦，有仆人，就送来比较劣质的这些茶还有食物。那由于这个惹丘巴他还在客诵嘛修行，所以他没有喝。所以总之呢，他太太因为看到很多男生都骑着马呀，女生都带着那些松石啊，准备要去看表演了嘛。然后呢，他也急着想去，但是又没有得到这个松石，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生气，就越想越气，看到那些就更气。所以他就总之他又带了，他自己也亲自带了这些很糟的食物就来，就给惹琼巴。你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贪心乞丐，你把你有的2块松石都给了其他乞丐，你不才是真正的乞丐吗？看来呢，我对你太好了，服侍太多了。如果你乞丐不喜欢吃好东西，那你就吃这个吧。所以他说完呢，他就把那些很糟的食物就丢在他桌上，就转身就走了。总之呢，后来他太太也问他那个仆人，就说：惹琼巴吃了吗？那仆人也说没有吃。后来他就更生气，他就拿起一个白色的柳条的鞭子，他就冲到惹琼巴那边去。他心中也想，因为首先惹琼巴又高又帅嘛，所以他也想，如果他站起来，我可能就打不过他了，所以我首先就要给他打得站不起来。所以他马上一进去就抽了3鞭，然后总之还在那边拉扯啊，把他的这个垫子像鸟毛那个飞散在一样。总之呢，他的那个衣服布衣哦，总之结果也没绑好，就被他拉扯，这衣服就被扯光了。所以惹琼巴呢就变成裸体在那坐在那儿，然后呢，他太太还继续的就把木碗啊，还有那些
很糟的饭菜就丢到他头上，而且呢还继续用这个木棍打他揍他，不就打一次而已，直到就是让这个木棍都断成3节，所以他就全身都是伤痕，而且还流血了。当时惹琼巴就心想，我不可以这个回击的，因为就是他的算是佛母嘛，所以我不可以这样的回击，我不可以回手的，那会破坏我的3昧耶戒。这时候他就突然就想到，哎呀，对，以前尊者不是预言过吗？我不要到中部去，会有一个世间母狗会咬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才突然有所领悟。所以总之你知道被揍成遍体鳞伤，然后都在流血的时候，他突然才想到，哦，上师对他的这个预言，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离开他的这个夫人，这个公主，他就要回到尊者身边。就他又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想，这个对一切都没有执着的人啊，可能会离开的，不一定不会离开。所以我最好把他的那个，总之他有一个很珍视的一个北部，应该是一个瓶子吧，把它抢走，那他就不走。但是我没想到，他宝瓶拿了之后呢，惹琼巴还是不管，他就走了。那这时候他太太在想，他也真的是无所执着的人，所以才能够施舍那些松石吧。那可能我真的错了。然后他也不断的在请求惹琼巴留下，但是他根本惹琼巴也不肯不理他，他就继续走。总之呢，就在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总之他的太太一直追着他嘛，就到那个渡口，这个就河边一个渡口。但是惹琼巴呢？总之呢，到了那边呢，那个船夫也不肯开船，然后后面太太在后面追，所以惹琼巴呢，这时候只好怎么办？神通出现，所以他就飞越这叫什么？水上飞吗？就飞过去了。然后当然他太太就追不上喽，所以总之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故事了，他就唱了道歌，然后就对着他的太太唱很多道歌，就是你看那时候对我怎么了？你看你打了我什么，反正讲了很多。总之呢，当然他。总之后来呢，也有很多故事，就他太太回去也很难过，然后后来又到了惹琼巴跟前，也是忏悔，然后后来惹琼巴也接受他的忏悔，就是后来结局也是蛮好，那就是不多说。对，总之他后来就到了他就回到了弥勒日巴那里。只是大概一个侍者一起，但就那个侍者没有神通，结果他没有走成，好像类似这样。那总之呢，惹琼巴呢终于就离开他那边，就到了尊者那里了。但是他有15天没有办法见到这个尊者。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尊者呢就叫就是所有其他的修行者呢，就带着很多会供还有石子来哦。那么，总之，惹琼巴也趁这个机会跟着大家就去见尊者。原来呢，当时尊者在那里就建立起一个胜乐金刚的坛城，说是要为弥勒惹琼巴灌顶。结果呢，这个时候呢，惹琼巴就看到，诶，怎么在那个曼达盘上面呢，就放着那个他给麻风乞丐的那块大松石，就放在上面。
这时候惹琼巴一看到之后，就全身在那里颤抖。所以他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那个麻风病那个乞丐哦，就是尊者的化身。所以就是，总之，因为这件事情哦，让他真的对轮回的执着完全的转变，从此他也消除了对于各种世间欲乐、各种欲望，各种欲望也消除了。总之哦，尊者后来就跟他说，他说。你是我的，热衷吧，你是我的第一个这个弟子，所以无论如何呢，我是不会舍弃你的。那么你呢？但你总是到处在外面乱跑。那么这次呢，因为你有一点慈悲心，还有你对上师也是有些信心的。所以呢，你才有这么一个依靠处。总之，尊者也说，如果没有我在哦，你的这个情况会很糟的哦。总之尊者就唱了，就唱了一首道歌。总之，在这个之前，惹琼巴其实是难产羞愧到根本不敢说对上师说整个事情的经过。但是听到原来尊者大概都知道了，所以他也鼓起勇气哦，就在上师还有道友坛真面前忏悔。就上师尊者也很高兴，他就说：“所以智者犯的过错虽重如泥哟，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就是说，应该意思是说，如果有对，总之就尊者就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呢，也给予他还有其他的修行者个灌顶。总之这一段啊，就是在说这个惹琼巴呢，他不听密勒日巴的话，自己就到了卫藏，就遭了经历了这一遭。那么上面这一段主要是，如果违背了上师的教言会怎么样？那接着我想谈一下，就如果无法实践，那我们还应该怎么办？该怎么做？该如何是好？的确哦，这个一般来说，要完全实践上师的教诲，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不需要多说的。那么，即使上师只是要我们修行佛法、持守戒律，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修行，但是这个要实践起来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如果还要像蒂洛巴、那罗巴那样子，或者蒂洛巴对那罗巴那样，或者马尔巴对密勒日巴那样的严格，那要实践是更难以想象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些困难，宗喀巴大师在《世事法50颂》解释中就说：“那么我们是否必须执行上师的一切指示呢？如果是符合佛法的指示，但自己尽力尝试后仍无法完成，那么可以向上师非常清楚的、诚恳的解释无法完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用恰当的言辞表达，这样即使没有完成也不会有过失。如果遇到不合理而且违背佛法的指示，同样应该要以恭敬还有清楚的方式来表明哦，但是不应该去执行。这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解释。所以，总之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具足资格如法的上师哦，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修行，然后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尽己所能的去做到，去实践。我觉得这是不需要怀疑的，这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那么，当然，经典中也教言中也提到过。接着，如果我们尽力的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做这样的修行
但是仍旧没有办法达成的话，但也不会有过失的。那举个例子，就像是纳粹仪式的例子，他曾经呢向这个就是超戒寺的这个住持承诺，就是会在阿底峡尊者在西藏停留3年之后再护送尊者回到印度。但是后来因为尼泊尔这个爆发战乱，很多这些原因哦，他也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承诺。纳措医师当时就非常的忧心了，结果就身体都变瘦了。那面对这个情况，阿底峡尊者也很慈悲哦，就跟纳措医师说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尽力了，你尽力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话，你也没有过失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哦，尤其在现在当今这个时代哦，不乏一些人哦，他并不具备真正上师的资格，但是却伪装成上师，然后用各种欺骗的手段，可能去误导、诱导别人。比如说，他说跟弟子说，我需要那个财物，那个东西，或者命令他说，你必须要为我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你不违背你如果不做，便是违背三昧耶誓言。这种事情也不少。我觉得这对整体佛法，尤其是藏传佛教，我觉得已经造成很明显和严重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就去奉行，或者说盲目的就去奉行上师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原则，还是必须要很理性的去思考。就是如果你真的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上师让你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样的修行，然后你应该如何应对哦？你还是应该很理性的去面对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一个了解，就是在密宗的这个历史里面，或者我们从很多密乘修行者的传记里面，会提到密乘的瑜伽士会修行，譬如说降伏行或者这个尊胜行等等，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行持。当他们在做这些行持的时候呢，会做什么呢？比如说，就算他们是这个出家人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在做一个特殊的密乘修行的时候，还是会可能饮酒，或者有携带空行母，甚至偶尔会有杀生的一些记载。举个例子，我们看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传记里面，他当时呢，他去向厄巴喇嘛求法，当时厄巴喇嘛就跟他说：“哦，今天早上我的这个弟子被这个被抢劫了，你呢就给那些坏人降下一场冰雹吧。你如果降了冰雹杀了他们，我才会传法给你。”就是不是杀那些人，就是去降冰雹。总之呢，他不敢违背这个厄巴喇嘛的指示嘛，所以弥勒日巴就降下冰雹，结果真的就把当地就是他弟子厄巴喇嘛弟子在那边被抢了嘛，所以就把当地的所有的农作物都毁坏了。还有很多的这些鸟很多这些动物也都死亡了。所以，尊者他当时后来就到了那个地方了，走到那个山坡那边，然后他发现因为他下的冰雹死掉了很多的小鸟，他就把这些小鸟的尸体还带回到他的厄巴喇嘛上师面前说：“我是来跟您学习佛法的。”但是却被迫造下了这么大的一个重罪哦，这不是您这样的指示，不是让我更快更深的堕入地狱吗？那么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他是非常难过的，哭着在对上师说。厄巴喇嘛听完就说：“哦，你别担心，这小事一件。”
他就说：“你把这些小鸟的尸体哦，放到这个火里面。”所以，当这个尊者呢，把这些小鸟的尸体放到这个面前，总之有一团火吧，放进去之后，上师就一弹指，结果呢，这些小鸟全部都活过来了，然后又飞到天空中。这时候呢，弥勒日巴就很惊讶，也也真的升起了信心。这个阿巴拉玛真的是很殊胜的一位上师。总之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尊者弥勒日巴很多的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他为了他实践了阿尔巴，还有像阿巴喇嘛，告诉他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要施展咒术的地方就有施展咒术，要降冰雹的地方就降冰雹。如果我们问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善业？那这个的答案可能是，如果像是马尔巴或者像厄巴这样的上师他们是具德的上师，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这些上师。所以他们能够具有什么能力呢？他们能够转变他人的不幸。他们能够让这些动物起死回生，等等等等。所以从上师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样从弟子的角度来看，因为尊者弥勒日巴对他的上师是他们是佛，一般有这样的信心，而这种信心也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同的，所以具德的上师又加上了具有资格的弟子，所以回到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如果非常盲目的、很草率的就这么去做，那么假装说我听从上师的教导，结果是听从了不具备上师资格的这些话，结果自己呢又升起不幸，后悔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就师徒两人都会堕入恶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修行。就像藏族有一句话说，狮子能够跳的地方，你是狐狸的话，你就不要跟着跳。所以总之讲回来就自己到底程度到哪很重要，所以要很谨慎的，尽可能的，总之遵从上师如法的教导，不要去随从做那些不符合佛法的命令。我觉得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危险或者说风险是最小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也是尊者弥勒日巴那个时候，你看他被马尔巴严厉的给予各种考验，在当时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甚至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后面的人就能够理解这个上师马尔巴他的这个教导方式是有意义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也不短，可能是5年、10年之后，总之呢，会看到弥勒日巴是有成果的，因为这样的修行那这样子我们会说这个是好，这个是对的。不过很多时候实际也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果一下就能够了解上师的心意的话，代表我们跟上师的心意，我们跟上师修行程度是一致的。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说上师到底他真正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总之，但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弟子他反而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是不对的了。所以，尤其我觉得这些具有上师头衔名号的主骨名号的人，
不要总是绝对不能够以自己为主，自己的心愿为主，而要像达波仁波切高茂巴大师所说的，对于信任自己的弟子哦，就算面临生命危险，你也要怀有一种心愿，就是希望他不要堕到恶趣的这种大悲心。所以，为了整体佛法，为了众生，尤其特别是对于那些信任我们的人哦，我们都应该要有很好的动机，还有慈悲，这非常的重要。呃，所以如果总是说觉得我是上师，我做什么都可以，这样的想法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呢，上师他有上师的责任，还有上师的誓言是需要遵守的。而且呢，上师应该是比弟子具备更多的这些资格跟各种的责任要承担，所以不能够呢，只是一味的去要求弟子，对弟子提出各种的要求，结果自己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做到，也不具备，这样就不是真正的上师。尤其像《世事法无事颂》中就有提到，上师给予其弟子同等施坏于世具，就表示说呢，这个弟子可能违背誓言，那同样上师也可能会违背誓言的，所以师徒双方哦都要负起责任，要很谨慎。同样哦，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上师给予我们类似像蒂洛巴对纳洛巴或马尔巴对密勒日巴那样的命令，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到时候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因为根据传记里面也清楚写到，马尔巴就曾经对密勒日巴说：“不要像是蒂罗巴对待那罗巴，或者像我对待您那样去对待别人。”他就是对密勒日巴说：“以后你在带领弟子的时候，不要像我对待你那样去对待你的弟子。”所以很多时候上师就会说，以为就可以说啊，蒂洛巴对那罗巴，或者马尔巴对密勒日巴，我也可以这样对你们，那不可以的。这里有一个故事哦，萨迦派很出名的一个教法叫做道果。这个道果法的源头，这个大师叫卓米卓米释迦耶谢，他有一个弟子，那这个弟子叫做来自多美地方的叫卓木啊啊，叫做卓米。总之呢，他呢曾经他也会咒术，就消除了一次杀死了25个敌人，所以他很出名。总之也很多人就供养他。但是后来呢，他感到非常的难过，对于他做的这些恶业，所以他也带着他是一个咒师，再加上他带他的妻子，还有很多的随从哦，就去亲近向这个卓米大师求法。他总之一路上啊，他还收到很多的供养，他把这些全部都供养给卓米，而且呢，他每一次听法就献上1两黄金。但结果就是他上了4次课之后呢，这个黄金就用完了。那这时候他就问上师说：“我可不可以献上其他的贡品啊？”那这个卓米大师就说：“你黄金没了，我的法也没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黄金供养的话，我也不会为你说法了。那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向这个卓米的大师，他的妻子，就向这个他的师母，就购买了黄金，然后来供养上师。对不起，哦，后来呢，总之呢，卓姆他自己就这个弟子，他的妻子过世了，
他又将他所有的装饰哦，就他妻子的很多东西，也都供养给这个大师，他的上师卓米。接着也继续在他身边服侍了8年。后来呢，他准备回家乡去，所以他就向这个卓米大师说：我想向您借3匹马来运他的这个经书。结果上师跟他说，上师是不应该给弟子供养的，所以就说意思就是说我不借你3匹马。总之，卓米又说你不要回去，留下来吧。那这个卓姆就这个弟子，他听完之后，他的侍从们也很生气，同时也说了很多不恭敬的话。他自己这个弟子卓姆，他听完呢也很失望。大家都在想嘛，使者也好，他们也在想，那个我们供养大师这么多东西，他竟然3匹马都不借。那总之，卓姆他是听身边的侍者在那讲嘛，他也有些失望。之后他就说，从今以后，就算这个地方是菩提伽亚，是金刚座，这个大师卓米他是释迦牟尼佛，我也不会再来了。所以后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嘛，所以他就又是要徒步，没有马了嘛，然后要徒步回去，他觉得很丢脸，所以他就不能直接回家乡，所以他就先到定日这个地方。那因为他是卓米的大师的弟子嘛，所以大家都这个是都来亲近他，所以很多人也又在向他供养了。那这时候呢，他也为他们说法。他一说完之后，因为他违背了誓言，结果他的鼻子流出血来，结果就病了。结果第2天清晨呢，他就得到了很大的神通。这时候他就突然领悟到说啊，我的上师原来就是金刚持的化身，他是在考验我，但我没有了解。哎呀，真是糟糕啊！我今生大概就这样了。不过呢，我相信上师会在中阴的时候来引导我的。总之，他这样子有这样领悟之后，他就对他的随从们侍者说：“我走了之后，死了之后，你们要把我的财物跟我的这个骨灰吧，就要献给上师。如果你们想要求法的话，上师他会传给你们的，你们不要像我这样吃苦。”然后说完，他就走了，他就圆寂了。所以呢，就他的这个遗骨也总之土皮有火化，然后总之也生出很多舍利，还有很多的瑞相出现。侍者们就带着这些舍利还有贡品，就去卓米大师那里，叫牛咕隆这个地方。当时呢，去的时候呢，这些弟子们也都吹着这个法螺，一路走到这卓米那边。这时候卓米大师听到这个，总之呢，卓米一听到这个海螺声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他的好像心都被拿出来了。总之，他有一股很震惊的感觉，他就叫弟子们出去看。就他的弟子们一看到之后，就才知道说原来是，总之这个卓姆已经圆寂了，所以结果他们弟子也将他的舍利给了这个卓米大师，卓米就把他的这个弟子的舍利捧在怀中，就说，就流泪了。他就说，他那时候就说，我的上师啊，曾经告诫过我说要观察弟子的根器，但是呢，我可能观察过度了，所以犯了一些错误。意思就是他对这个卓姆当时观察过度了。所以接着他就对卓姆的这些弟子们嘛，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想要求法的话，我都会给你们的。”所以总之后来他就给了他的弟子们很多这些洗金刚的观点，还有很多的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卓米这样的大师
也有就是过度的考验弟子，但后来他感到后悔，有这样的例子。当然，现在这样的师徒关系，还有这样的考验的情况是很少了，而且现在的时代，我们说是末法时代了，而且佛陀的教法不仅在西藏了，而是遍及在世界各地啊，东西方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在不同的种族或者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我们说要弘传佛法、利益众生的时候，我觉得是不能够再按照一种方式哦，而要更善巧方便的形式，不能仅仅是跟随古老的传统。我觉得那样不会有太大的利益。我觉得，尤其是后来的藏传佛教，你看，不仅是修持密宗，其实本身有一些改变，而是结合了显称、密称结合的方式而做修持，包括在见解上、修持上、心持上都是这样。更尤其藏传佛教中，我们达波噶举派，我们是结合了马尔巴、密勒日巴师徒传下来的耳传口诀，再加上了阿底峡尊者的噶当派的道次第，这样合而为一一个修持方法。所以这种修持方法不仅是重视内在，我们说内在的修持，同时也很重视说外在行为是要如法是要清净的。那么这样子你才能够比较能够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哦，他的外在嘛，看到外在是清净的，才能够比较容易升起信心、虔诚，然后觉得这比较符合佛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当然，如果说上师他本身有大的修正，他有那样的功德神通，还有很明显这种成就的真相，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然，我觉得如果是挂着上师名号，但结果做出各种行为的人呢，我觉得这都是要特别警惕的一件事情。还有，就算已经依止了上师哦，很重要的还是要检视上师的教法是不是符合佛法。总之，要记得自己修行依止上师的动机哦，是为了修行佛法来依止的，这个不要忘记。这个有了的话，很多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总之，我想说就是不了解上师真正是怎么样的话，从一开始是盲目的追随他的话，我觉得这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的。所以这是在很多上师的这些教言中有这么一句话，会说密乘的修持哦，就像是蛇进入这个金属的管子一样，它进去之后，要不就是向上成佛，要不就是向下堕入地狱哦，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的。因为这个密宗被说成是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法门，而且是上根器扯的这种修行境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特别说是在修持密宗的时候，你连自己的上师是谁、本尊是谁都应该要保密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保密的原因就是因为能够正确修持，而且首先要能够理解这些教法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很多人很容易一下就产生错误的理解，所以危险是很大的。他们可能就想就自己在那儿忙修瞎练哦，就听到一些结果错误的修持，所以这是为什么从佛陀在密续典籍里面也好，还有过去的祖师大德成就者都说，一定要谨慎行事哦，秘密的做修持。所以等等以上各种的原因，当然如果遇到具足条件的上师，讲回来哦，就说我们就应该按照这里释师法无师颂说的教导的方式，好好正确的医治。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就有机会成就佛果。所以这几天哦，我并不是要告诉各位说，将自己的一切都供养给上师，或者我也并不是一直要强调说，为了上师你要舍弃一切，或者上师说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最重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身为弟子的这个啊条件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有没有？다당 알아서래야 라마 칭이다 대마 내가 말 라마 칭이다 대마 가시 셰슈도요 而且呢，我们在现在还有很多这些具德上师哦，是住世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100%按照世事法50颂中说的那样去做，完全做到，但是尽己所能的依止上师，然后避免无谓的这种违背誓言哦，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努力做到的。我想今天应该就讲到这里，之后应该还有2堂课吧，可能会需要是3堂课。总之，希望今年呢，我们可以讲完这个世事法50颂。那么可能来年我们再讲这个叫誓言大海啊，有这么一些教言。好的。